过分嘞！目前的亲狗分。你有拿过这么高的分数吗？应该忘了。太久了。查甫人一首歌，就那陪，管的苦吞我这。这首歌真的太棒了，真的，我也听到要哭了。你看，但是我才刚化完妆，真的强忍泪水。老热大擂台，老热強下來。各位鄉親大家好，我係阿峰哥。來，今天大家好。歡迎來到呢老熱大擂台一個節目哈。也下體育團的劉行祖嘅保衛爭霸賽。保衛爭霸賽。好來，介紹下呢目前的衛冕者。兩冠的秀儀，李秀儀哦，今日有人獎呢。係比上禮拜還他獎哎。哎呦，真的，今日感覺有種有點。都有氣質的感覺。有點那種主播古樸美那種感覺。我們雅琴啊，雅琴姐，是不是雅琴姐？你的髮型有沒有？哈，對，好了，比賽了。好，比賽之前呢，介紹一下評審先生啦。好，歡迎葉家秀先生、陳思斌先生、王玉雲先生、王義煥先生。OK， 好。來介紹 TV 參賽朋友 ，TV 喺路邊下帶來傾城眼前。好嚟談講下嚟。有幾多想是上一彩心田，有幾多綿綿情把對，你講也講透透，莫猜你總係牽動講心，枉費愛痴心將水流走。多年來你也牽掛為情深，希望人真心真以為你哭也哭等下，莫猜你含淚有心無意，枉費愛深心灑落水風平。碧霞姐好，兩位主持人好。有看到碧霞姐的台風嗎？有啊，動韻啊。動韻。家家有表演嘅感覺。感覺身經百戰哈。係冇？有三副咩戲？客家嘅法布嗰種感覺。哦，係客家法布啊。哎呦，應該咩戲吧？嗬。係啊，表演嘅衫嘛。已經變化到變黃色去啊，青頭色啦，咩有橙色啊、藍色啊都有啊。你一講。什麼？要直接參加呢歌唱比賽啊，呢其他表演冇？有啊，係唱客家歌出去啊。哦，然係唔出去啊？係。哦，傳承客家歌啦，咩戲？唱不在唱，誰沒安講？哎呦，唔識下唱嗎？
晾晒，晾晒有人跳舞，然后晾晒葱啊。哦，哎呦，迄嘛个发通啊呢？迄搞好了个月先生，盼一只年终的机会给，因为要创下价个档对，本来要创下价个档哦，太价全部创好了啦，过年。哦，你得要创业就创了。要创。有嘛个费用冇？唔是啊。冇本钱啊？唔是这样，伊推广客家用做来拿钱。那冇钱创佛台，不，上班就有钱啊，有的要看表演的形态嘛，对。上班就有钱的，人唱歌也唔是。唱歌欢喜啦，对啦。他家有糖豆，然后有发动作的金币啊，金币哦，同好创哦，同好创哦，推广哦。你有乜个米芽啦，吼，乜纯酒啦，我很认家庭的啦，全部都做得很奇，很奇。去表演客家歌的哦，还自带舞蹈这样子。哦，印象当中有乜个参加讲较多年？太型嘅表演。嘅2023嘅世界客家博览會到桃園，我哋有嘅前引台合唱。哦，前引台合唱哦，13年衝下。衝。哇，衝跳過，兩首。哦。一首嘅新做嘅歌嘅，係博覽會嘅主題曲。兩百張新下嘅歌，係客家牛兒，客家牛兒，係咁。客家牛啊，客家牛啊。係啊，有冇錯？有冇喺藝創啊？係啦，客家牛嘅。羅雲玉先生寫嘅歌，溫寫嘅歌。哇，那應該很震撼哦，1000人一起合唱。13年腔下來唱兩歌。那新聞有報道嗎？有啊，剛報動態，有動態。哇2023年。哦，裡面有參與的哦。有。哇 OK 的，從頭來唱，嘉秀老師公平一下。啊，你真的不錯哦。先生好。你好哦。親愛唱歌哈，你上線要親講哦。規下堂迄度，唱歌較個上親吃人。要親講，我就點哦，所以我本意建議哦，你唱歌家你較冇去注意到個歌詞哦，其實一句，所以唔係講你都來唱都來冇迄個，然後就直接把它斷掉，就你就變得挺奇怪嘞，挺大眾啦。我感覺講，你上線按講，你曉得唱歌，啊，用我講，一種有幾多上是那個盤佢都唔錯嘞。上時是強輕度，我是感覺講伊這首歌嘅吼，態度所在，你你唱歌習慣係哦，唱到關係啊，唱到無氣就去換氣，冇即個冇先上好講，我到哪位就去換氣，吼啊一句唱一句，我建議講喊咪吼，愛唱歌家聲音。講話家你樣板講，唱歌家你去樣板按那個分區，哪位是較表情較強嘅，個大，然後那個做好咧，整個嚟唱家嘅表情都冇強壯哦，吼，所以親大眾啦，唔過咩你上線啊，還是親，哦，真的很喜歡你的聲音哦，但是根本真的是如果沒有把佢下表現出來哦，失去得大眾啦，不過你以後。因為唱歌機會很輕度嘛，哈，繼續加油，好嘛？好，張某先生，董文婷，嘿，一文婷，好啦，那從頭來看分數，好，看一下羅比下嘅分數。91分，你上禮拜係評數嘛，哈，上禮拜評數吼，同分數留下來啦，下禮拜看一下看其他分數樣板，好嘛？關於就好，謝謝，好嘞，沙雷係自發帶來每一塊錢就滾來。哎呦呀，讀個真好聽嘅哈。人生嘅坎坷路途，萬年無數過來，說百算相開，算講。
完全失去来，门已开，千秋滚滚来。人生的坎坷路途，万因无数过来。人生上边行慢慢来，心头莫想不开，心头边强松慢慢来，大家拢是人才，心跳起来，相思失去来，门已开，千秋滚滚来。唱那歌就对的啦。哦，那公演重新吼。真是，每一块钱就滚滚来。哎呀，当年的星夜希望。也给伤心嘅，真的讲希望嘅2025年大家每一塊，錢都落來啊！太發財啊！太發財，那條歌要真青色漢唔唱，真的。一絲哈吧，這種痛很適合。對啊，那個轉音，這個我跟你講，如果費玉清在的話，他會很羨慕。真的，他還在啊，他還在啊，他還在，他還在，他還在。我的意思是說，他如果在演藝圈的話，哦，對，他現在已經歸隱山林了。沒某按鈕隨便斷句好嗎？上文沒有下文。他都已經歸隱山林了，我想搞不好他在電視機前面有看的，哎呦。哇，這個年輕人真的唱得很好，很棒呢。對啊，謝謝。哎，不過有其他曲風上的挑戰看啊冇？有，我想我挑戰唱羅文玉老師的歌誒，啊冇唱嘅嘅乜嘅，謝宇威老師，法書哈，法書哈，法書哈。你是糖果梦，好聽啊，咩好聽啊？好聽啊！你這個挑戰就要夾歌啊！對，余威老師咩青島搖滾的歌誒，我知道很多的挑戰。唱啊，開頭嘅山歌了啊，衝啊，衝啊，衝啊！誒，首前呢流行嘅，嗰個傳統嘅現場糖豆咧，嗰個山歌咧，我被抄翻嚟。改編的片版，改編歌誒，真實嘅三大條唔咩人嚟唱。係啊，因為俺唔會唱歌啊，我次到挑戰冇用嘅曲風，咩意思？一聽做得啦。其實我而家天係喺轉行啊。哦，轉行，係轉嘅。冇專心做嘅，轉行。好啦，從這裡嚟，請4P欣賞嚟公平一下。好嘞。這番好哈，我講做評審研究下來，多年下來，其實特別看到後生人來也嘅舞台來比賽，其實我也就每位嘅評審全部當真相，咩希望講做得當順勢來平安，來透過也記下擺嘅嗬，我見過很多嘅是嘅比賽個歷練嗬，今日其實看到人嘅歌，世界性嘅藝術歌曲啊，其實當期待，因為我當好日本曲。還有兩個上線，一直很愛當喜歡一種上線啊，它有一種溫柔的感覺，男性的溫柔感哈，我很喜歡。顧總，你剛才挑戰一開歌嘅時間啦，我覺得你已經達到我要的味道，非常好。尤其係剛剛人家老羅嘅講到，想我有冇個改編嘅時間，啊，這都係一種當好嘅想法。所以講，按講呢，今邊呢當大上嘅地方嚟想，咩切感咩底哈，就會。其實我一直在掙扎，我要怎麼去判斷這樣的決定？所以，因為你今天的錯句實在是太多了。對，某一發其實
我很想把你拉回来，因为你的声音讲实在吼，虽然讲你唱的歌曲有当时可能现的歌曲较经典，不过呢，这个经典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，做起来看到一位日本的歌手，当后上就唱来听，不过呢，他把演歌唱得非常的好。这是他的一个 style， 我希望要有安尼，机会伫台湾安尼建立安尼客家歌手要一好，因为呀，他还迄当到乡亲当好听安尼歌曲的曲风。故所就唱我去教要当好安尼曲风，所以我要希望讲有安尼后生人继续来传承安尼传承安尼歌曲。所以讲今日安尼当大上，我今日上个人也分数来起来，我希望讲其他的。无嘛好嫌的啦，讲实在，除了这个唱唔出诗之外，唱唔出句之外，真嘅无嘛好嫌的。因为这是你的专长了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好再跟你挑剔了。但是呢，这个错，我发现你错的频率太高，所以不然的话，我应该是把你留下来的。安之 C。哇，你有唱过歌词？歌词有唱唔错啊，就是有。有啊，这真的唱不出来，这专业就是专业，完全。第一百冲啊，第一百冲，第一百冲哦。也没归说啦，公司采访。对，好，你这完全听不出来哈。嘿啊，因为你们也不会唱这首歌，当然听不出来。哎，唔会冲咩是糖歌啊，家有人冲嘛。哇，来，看一下两个分数。紧张哦，看就ดีเลย啦。可以纠正嘛？可以纠正嘛？来，看一下字法跟分数。有懂高分呢，前个清高分，你有拿过这么高的分数吗？应该我忘了，太丢了。看一下字法跟分数。来，哎，你差很多。歌词会配出。希望喊100万有机会可以再来。一难讲啦，还冇一听啦，真是的。可能没有人其他人90分啊，叫他留下来。好了，好，先这一篇，感谢，是吧？也可以哈，谢谢。好的。哎呦，好可惜哦。不过往时迄一张扣分嘅心态嘅一点嘛。心态问题。其实调下佢嘅讲调当中，看以为就有些无好听嘅种感觉，伊唱得上，喊伊团的马街嘅种感觉。但是我头摆参加歌唱比赛时间，我们是蒙词呢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啊，但是喊那歌管啊。那可能其他的对手比较弱啊，没有差距太大嘞。那个年代也都蛮实力的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啊。那样就给每一场比赛嘅规则冇嘛熊。希望下一位能够发挥这个善良之心。好，来。就是发挥他应该有的实力。哎，好，下来总许以带人嘅公公。好来。日头头人若唔停，爱行来一条路，风情家也有伤喜，阿公的滋养，天边黑马嘅世界，爱经行经验，心中。服务卡有千百条故事的牛年数下强下条公公，天球地位强盛的尊的爱人强下迷汉的，为了马家爱离开跳摆单纯的世界，上鸟童年。眼光光秀才郎，也个故
长官啊，长官，要不你抽奖一下？本来你人真好。本来我们都今晚讲多一下。我想本来你应该也是提心吊胆，因为根本一给同事全部来就是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啊。对啊，对呀，讲叫毕业的呢。对呀，没想到你也是个善心善人的一个人士。太緊張嘅，根本一樣旁太好嘅，自己有喊的啊。很多嘅歌詞有些填不用黑的。你腦漿了是不是？對，就是有點凍住了。敷衍嘅啊，跳下仲嘿。還是因為你因為你啲客家電視台上班，所以你感覺講按優秀嘅歌數會較變大。他講佢優秀，所以要畢業翻，希望要佢到。甲個優秀嘅人強下來，衝過強下來大擂台。而且個優秀嘅留下來嘛。而且個都係就是在努力啊。哦，唔啲條下牙同事吼，一堂都嘅唔衝嘅親密嘅一團嘅時間，佢拿一隻東西本眼啲嘛。畢業的胸花。那我今天就是在這邊，謝謝大家，謝謝各位老師。本來今天有一首歌要送給你。長亭外，古道邊，芳草碧連天。就在這邊，謝謝大家，謝謝大家的照顧，謝謝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兩萬個，兩個用的呢。哇！但係唔要送，人家送字法，啊冇啦。不要真係董建總的死。對啊，董建總哎。好了，來，從頭。面對面試一下哈。好，冇問題。來，請王玉雲先生。先生好。公平一下。顯然廖叔公講一講非常嘅好聽，而且上呢也非常嘅甜美。但是中國嘅哦，這邊你睇中國呢，你台灣有講東南嘛？其實大家都底下運動以前熱身嘛，對不對？暖身，中國沒強調發上。但是，假使講在有限嘅條件之下，比方講你嘅現場哦溫度較大，那怎麼辦？那你就要有一些保護的措施，怎麼樣讓你的身體暖起來？怎麼每樣樣都唔嘅表現？因為佢比糖而中國哦，嘅聲哦冇穩。個音會飄啊，比方講童年，也是飄走咧吼。因為唐人中國咧嘅聲線比上嘅重要。唐人中國後堂要冇堂，比方講哦，廖叔國曲呢有簽到呢個16分音符啊，那16分音符用版嚟表現，佢音符嗦啦哆哆哆來哆，嗦哆哆哆哆哆哆來咪哆哆哆哆啦哆，但是講。來感應那個歌詞落去嘅話，我聽起來是要順的。如果我用彈奏是好聽的，感應那個歌詞以後，每個顆粒大小要一致，不能有的聲係太嘅，顆粒有扁有圓。我哋要彈動你從過去按那個輕鬆，就說你在唱歌的時候，每一句你沒有注意，每一句我要怎麼去表現它，你可能。這個練歌憑你的感覺，我哋廖叔公用板來衝，你就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表現。但是你沒有注意，我要怎麼樣把這首歌唱好？因為我要評分嘛，會衝歌還是那個只是會唱，是不一樣的。你要怎麼樣讓我們評審老師給你高分？就是要注意一些細節每一句我要怎麼去表達它的強弱跟語氣，這是你要注意的地方。我注意嘅地方啦，還有基本你有。歌詞要唔記得咯，廖叔嗰個 KTV 是會有啲歌詞按到點標貼乜嘅時間，一般人講唔記得嘛，你可能係南部嘅講法嘛，嗬，南部會講填標，你是真緊來給標貼咧，唔記得咧，嗬，還有強弱的部分，因為一首歌會有主歌跟副歌嘛，你怎麼樣去拿捏一首歌的一個情緒，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嗬，好好加油，好好加油，好好加油 ，OK， 好，先生，哎，對。面對現實啊！面對現實了啊！歡迎他總雲儀嘅分數。哎呦！欣賞啊！太善良了，你這個人。真的嘞，游走邊緣呢，難怪留下來嘞，在課台當長官。嘿，真的不簡單呢。哦，好，謝謝。哦，這是什麼雲儀？太善良了，對啊，你看子華現在開始有笑容了，要不然他剛剛已經是
在忏悔了。嘿，俺用我猛烈爱跳歌的明明，应该做的表现都挺好的。好了，那子华，上天给你机会，你继续要好好表现，杀了好不好？不要再那个不二过，好不好？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不二过，对，好 ，OK， 杀下来呢？杀下来，顾球艇带来天数。好嘞，谈过了。有风也有雨，也有烟，有时无云。苦菜甜顺风，夜夜梦，有口声呀。生活总有不易，放下心。天空有暗的路，不是行又爱天地呢。天花也人亲，有你的温暖。岁月空无情，有你来作伴。各位听众先生好，哇，主持人好，前面的口味嘞，永远的不倒啊！牵手，不是那一首啦，那是比较欢乐的啦。牵手，哇，很客家嘞，牵手，客家一点印象呢。哎呦，哦，牵手是为什么要唱这首歌？孙文雅老公的歌啊，另外一半。我哋老公结婚30年嘞哈，30年啊，系啊，哦，我老公认唔会难哦，感情难好嘞，激动好啦，激动相依，就系有缘分啊，又啊哈，我哋会抽钥匙又啊，抽到抽钥匙，你们系郊游啊，去联谊嘅時節咯，錯啊係，真的啊，最讓你定終身啊。按有認識咧，按認識咧，按抽鑰匙嘛哈，剛好我哋幼稚園老師，然後我哋我一個學長，我學長是我先生的同學，然後他就找他們同學，然後我是請我哋學校的老師，啊，同我去郊遊嘛，好郊遊有些就用剛好去奧多拜啊，啊奧多拜就是用抽鑰匙，啊結果我是抽到我老公嘅。開啟一段良緣啊，對，然後鑰匙孔插下去，解法到現在，你看，然後大家玩破冰遊戲的時間啊，就有幾個遊戲就難免會碰到身體接觸啦，會牽到手啦，會牽到手，像嗰大風吹啦，還有一個動經典的是那種買湯圓的遊戲。這是什麼？那就圍一個圓圈圈嘛，哈，男生走1塊錢，姐妹走五角，男生是1塊錢，女生是5角。對，比如說你去 Q 嘛，我們女生是5角。我們可能要講一碗湯圓多少錢，這樣湊是不是？對，應該是2個都5角，湊起來才會1塊啊。
男生1块啊，所以根本那这样1块半呢？啊，1块半他就要去抓人啊，抓女生啊，就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，这样1块半。哦，对，哦，所以就是这样玩游戏。罗哥再塞一个梗啊，这样子，就你讲，对，5毛加5毛才会1块啊，对不对？才会在一块，对。然后刚好我老公是实弄哎，哦，你就卖汤圆，买汤圆1斤多少？不管你几块，我就是1块半这样子，2块我也是1块半，就是。反正有半块的，色的就对。你刚你坐我的车了，这半块不能被抢走。对啊，对，然后就抓着，然后该放的时候还不放，我说好放啦。哦，真的哦，一见钟情哎。会有相片吗？他真有相片哦。那时候留下来啊。哇！就会给养死吗？哇，这个发型。韦氏牌呢？哇！男朋友你看人家老公哦，骑韦氏牌算很厉害哦。对，觉得2腿我喺度當後半年韦氏牌已經仔。哦，而家要到野狼啊，好臭野。哦，野狼就要抱着啦，有沒有？那萬一你抽到野狼怎麼辦？那也沒辦法，命啊，搶個通後又，他的老師又抽到野狼哎，剛開始抽到啲韦氏牌。哦，對，他前面他又擋風啊，很爛。哇！你現在回想起來，全部都是甜蜜的感覺。對，動甜蜜，哎，還不錯啊。好可愛哦，真的，好懷念哦。因為剛剛我講喺老公家，剛好因為。您講情人眼裡出西施嘛，就一見對我就一見鐘情。哦，你對他有一見鐘情嗎？對美一見鐘情。哦，真的。你老公那時候的頭髮，我們兩個都是初戀，頭髮蓬蓬的，好像。都是初戀。他又沒講張佩華。就是你們兩個在一起，你們就互相解鎖就知道了。什麼解鎖？就是在一起啊，因為2個都是初戀啊。對啊。黑某。哎，對，緣分吶，有緣千里來相。他說老公長得像張佩華。張佩華，那個頭髮好像黑人哦。有吧，就是死行英勇，流行英勇嘛。羅哥你也一定留過。沒有啦，所以跳那麼咪去從楊林嗰度揾嘅嘛。哦，髮型啊，也還沒懂槍啊。係啊，對啊，但面還冇槍呢。你下都強勇獎啦，哦，衝出嚟搶義漢欣賞。去聽姐姐，我感覺金威你現在兩首歌曲都，我覺得很適合。而且剛剛聽到你的幸福故事，有一種。作為一個小朋友，因為你講你結婚32年，我還忙30歲哦。對。你還忙30吧？還忙啊，看得出來吧？太年輕了。不是，我以為他出道很久了。沒啦，他是紅得早。紅得早。沒啦，就感覺哇，你給不給衝個嗓音，衝副歌的高音，我覺得是我很少聽到你那種很飽滿的高音，因為你大概衝個歌曲會比較。美聲，然後流線感比較多，轉音派比較多。嗰時候我聽到你在衝高音嘅時間，還會有一點點替你緊張。對，但是又會覺得哇，這首歌聽完就覺得是整整的滿滿的幸福感。對，然後我自己是懂中醫唐以衝狗唱情歌的部分，對。但是在因為黑必衰嘛。嗰時候我愛啲雞蛋裡挑一點小骨頭，對，小小的注意的點就是，我覺得像唱歌一句話的過程，你可能要注意換氣的地方，對，沒一句話說完之後，中間再找那個一句話講完該換氣的地方再換氣會比較好，要不然也會整個情緒會中斷，太黏了，對，或是我好像還沒聽完你。講完這句話，怎麼就結束的那種感覺？對，會有感覺會有一點突然被中斷，但是音樂還在進行中，對，會有一點點就是小可惜的地方，對。然後還有一些地方就是說，開始競拍的第一個音下的時候，其實懂衝就，故說你愛衝過嘅時間，因為吸氣要吸飽，然後再唱第一個字出來，那個音它才會是很完整的，不會。覺得有點抖抖，或是有點小小音不準這樣子，對，我覺得自己是比較希望小細節可以注意，然後希望以後做在堂都耳聰冇強用曲風嘅歌曲。
有其实改变当多。加油！新梦先生，本身上期待了呢，所以加创的时间，创的时间可能会想到特别安尼甜美的时刻了。可以讲到样子眉飞色舞的。哎呀，好开心啊！回到少女时代，给感觉。看一下几个分数。好，看一下顾秋婷嘅分数。新梦先生，哎呦，94.5分呢，同高分呢，目前的清高分。你有拿过这么高的分数吗？应该我忘了。太高了，可能如果是拿过100吧，应该有。有啊，因为他在这节目已经比了4年了。有啦，疫情前到现在呢。疫情前都俩吗？对啊，疫情还有来。2019到现在呢，现在2024呢，2025呢。哦，2019那已经中间有停了。就中间有啊，对啦对啦。不过时间没经过差不多4年去。对啦，优秀呢。好啦，恭喜！希望秋婷姐姐，谢谢。好嘞，杀下来。杀落去李小怡带来从熊树。好了，咪面炸哦。家相恋，唔系爱谈恋，快乐嘅缠绵，只有希望比痛嘅时间，依偎彼在爱嘅身边。相思千万遍，唔当见人面，何必浪费等候嘅时间？感情。相恋，永久相思，怎会幸福嘅人生？唔系爱甘诉风月嘅相恋，唔系爱谈恋，快乐嘅缠绵。希望比痛嘅时间，依偎彼在爱嘅身边。相思千万遍，唔当见人面，何必浪费等候嘅时间？感情稳固，系靠良心相恋，永久相思，怎会幸福嘅人生？相思千万遍，唔当见人面，何必浪费等候嘅时间？感情稳固，系靠良心相恋，永久相思，怎会幸福嘅人生？You are the star。今年做安尼做这演艺创的也较传统的。来，有一种情境感哎。对啊。贴片线条条狗诶，嘛。因为之前有赵琪老师一讲那个咬字，他该咬字好，莫按掌，莫按那个韵跟着走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应该是写一条 logo， 不应该是联系该该。哦，原味个，甲感觉唔创的世界有一点像用歌剧的方式。有些唱嘅音乐剧底部都会表演那种感觉，表他们的感情嗰种感觉呢。你还讲因为今天走来用音呐，等下就要去播报新闻啦。哦，播报新闻的空档来参加个比赛这样子。连载新闻来播一下。您好，欢迎。係佢正經不講充滿嘅歌誒，都要佢自己獻彩。有他自己的形在。去展現一條歌嘅嗰種。哦，佢要自己想象吼，
对不对？你是有自己的一个角色投射在每个歌里面，是不是？那也想说之前综合各个老师们讲的笔记，这样能够现在做，你还走马改子走马改，成为你们可以走演这条歌啊，你们可以宠那条狗哦，应该是。对，这样会很辛苦呢，因为每一个老师他的欣赏的角度，或是他教的方式完全不一样，有时候就会读错啊。可是内化回来会变成他自己的东西呀。对，好记了。有时候读错了就他就各个欣赏嘅想法可能看法无共用。好哦，比冲太牛。哎呦，有嘉修老师喽。好来，有请哦。其实所以唱国歌哈，我每次都有很深的期待，因为他经常会把这个歌呢变成像在跳歌舞剧啊表演哦。然后除了身体语言那时候，我根本哦，不好意思哦，我有这个黑黑两声，那个我根本他看某，就不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有点拘束了，就跟要某种调工。看到几家，就说很努力的要表现，可是尤其第一遍是魔术，他还觉得情绪就要收敛哈，好像脑筋在想什么东西，就老子华共东哦，就我有点心不在焉，闪神过去，然后死茧就变成死茧。你的第一遍唱的是死，对，就你很轻吃人就变成那个咬字就不是很准确哈，不好意思，我就比较挑一点了哈，很仔细看哦。我根本也是跟我至少有一点一定要称赞你的，是哦，至少你现在懂得收了。调歌是唔提会数哦，不用数然后收不回来哦。那么你还开始慢慢希望你在这个将来比赛的时候呢，收放自如，好，你要说起来再来的程度就到这个程度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继续加油。好，欣赏。好，来，唱主题曲的都不会懂。用下来看分数喽！哇哦，两位好姐妹啊，大姐、妹妹，女儿啦，女儿，哇！哎呦，我看分数咯。94.5要分数算一个啊，看少宇有办法继续错下一嘛。好，来看一下李修一个分数。年轻的时候就不巧陪我妈妈去庙里拜拜，我一眼就看到她，然后就留下很好的印象。结果隔了一段时间，一样去那个庙拜拜，又碰到她，又读的，你这个变卖东西了嘛？好，来看一下李修一个分数。来，票数，还有就先抢继续抽啦，抢死，抢死抽嘞，两观众的保留下来。两位票数给两位没票数，所以大家天下太平哈。还礼拜又见面啊，有OK，还有是先抢收益等双避免在保 V， 共用来保持两观的避免。哎呦呀，来到安尼传统组的保 V 整把水。哎呀，目前的避免在还蛮呢。吸管的燕婷，来燕婷，哇！还有赏你歌的。你根本有赚到。今天是中的，今天当寒对吧？今天是当寒，要做清秀啊！哎呦，真的哈！系啊，表现给自家。哎呀。今天模特嘅身材展现出来，那冇唔错啊！哎呦，真嘅有汗啊！有汗，真的有汗啊！真的。安尼欣赏咩全部欧巴作的呢啊！来介绍下呢，新国评审欣赏 TV 来，欢迎李秋华欣赏，恰吉贵欣赏，任明珠欣赏，温森琼欣赏。马上进行比赛了哈！有请 TV 参赛朋友。TV 係主家傾帶來平板。來，談過啦。
呦，非常厉害，两位主持人好，真的厉害。大礼拜就期待嘉庆泰国他的那个 OOTD， 哎呀，他真的，我应该穿搭很时尚，服装造型上面真的很讲究。对啊，有认同天数吗？你有抽饮食吗？太太啊，给太太啊。哎呀，出门前他都要检查。哦，真的哦，还有眼导这样不能出门。对，有 Coco 啦。这样有慢慢买暗货的，有质感呢。对呀。哎呀，同样本样的感情就以后了。哎呦，加讲到歌词都方又讲到缘分呢，有缘分啊，哎呀，来相逢啊呢，係啦。你同阿太太样板音色的。啊，这个有点琼瑶式的。哎呦。就是我们心爱的一个作家啊。年轻的时候就不巧陪我妈妈去庙里拜拜，我一眼就看到她，然后就留下很好的印象。结果隔了一段时间，一样去那个庙拜拜，又碰到他，又读到，你在那边买东西吗？他买金子哎，他也是去拜拜了。哦，结果我就鼓起勇气啊，去搭讪。你是去拜月下老人呀？哎，不是啦，我就陪妈妈去拜没。哎呦，载妈妈去拜。神明前线，你那个土豆后营业，妈祖有灵。主神是妈祖，对啊，新街庙啊，在丁奈大中立新街庙。哎呦，如果大家要求姻缘的话，去中立新街庙啊。哎，真的哦，做的一个片哦，刚好了，就是缘分啊。哎呦，对啊，缘分多嘞，两百都赌斗，成功男人背后还有更厉害的女人，一定都要有一双推动的手，要干枪呀，太太，一双黑手啊，温暖的手，温暖跟松树啦。来，从头来谈欣赏。欣赏公平哈，主家肯欣赏，日上太咸嘅太咸，但是你記得人哋用上啊，強弱要注意啦。唔係講話你鬼叔講嘅太上射過去哦，像阿鳳姐呢，記得要得個獎嘅就啲，我們唱歌是要強弱之分，冇鬼叔講話就按太上去唱。哦，你會本人講，喲，這個古代人也強弱冇注意啊，你要注意。還有人生來去乘風，你說嗰個車結果落實下來是非常通俗嘅一首歌，熱乘風，從來熱乘風，熱乘風，啊，你咬字要注意啊。還有彈注意人彈嘅根本唔一撲啊，多少一點點，會頭，要注意哦，要本人根本唔會頭板。你切到彈到白，我們那個老師給他牌子都是彈得鼓，一彈得幾行，啊，你唔係路上過我吃有破哦，所以你唱嘅時候我是彈得tempo行，你要非常注意啊，希望下回還有機會加油。好，欣賞。當然離題啦，佢好多年了，做了超多安排，終於不得了。因為全部衝流行歌嘅，對呀，不得了，真的知道啊，非常佩服啦啊！來，總體來看佢嘅分數咯。看一下朱家慶嘅分數。唱歌安好，當91.5分。係啊，一難講。一難講，看後背，看後背，看樣板，好好，多謝，謝謝，先在邊當坐，謝謝。好來，沙下來，沙來係從裡面帶來三個字，來彈講啦。寒流是那街来，从山流过来，人生不了事啊，走过了路呐。
哎，陈太公，陈太公好，主持人好，哎，看到你，哎，又见面了，又見面哈，係哦，而家已經一度歲70人，72歲，71歲，很後生啦，很後生。跟那麼記得特別特殊的時節咧，學教嘅事情冇有乜嘅。所以條講，條講喺讀喺初中考高中嘛嗬。考到撇咗學校啊！特別嘅樣子講到初中，係唔係國中。啊，讀嗰啲學校前多學校嘅學生都冇去而家讀書嘛。不過剛好我哋後生哦，都屬個 A B 褲呢喎。哦，嗰樣是流行 A B 褲。流行哦。個大盤帽要啊。哦，軍帽呢？軍訓帽嗰種。啊，其他學校嗰學生看到我喺度。這很不服氣，就來找我麻煩。那你以前也很怕呢？啊，太帥，然後被嫉妒了，黑毛。我們那個年代是流行控巴拉口。哦，喇叭褲，黑毛。就是整個從這邊這樣整個下去控，就是像這樣寬寬的這樣。哦，你還沒唱有流行。結果佢上來看到我就上來欺負我啦。有。我上我霸擾佢偏擾啊，佢來嘛，都我哋高中嗰大學嗬，我自己親自講。那個同學來找我麻煩，你來幫我。哦，你被霸凌，我來幫我你找一個更厲害。對，你跟他抵抗啊！哦，漢語班哦，就動身起啊！我以福利社去賣東西的東西噶哈。去講我特色教室嗰時明明看我同學都喺教室哦，我問我下一個。教室有看到機呢哈，哎呦，變成他講，他是會變過來嗎？哎呦，哇，時空馬上轉移啊！那個他看到也很不客氣啦，佢嘛看講我做愛機咩，他也不高興啦。他你告訴我那麼你很怕是嗎？我穿 A B 褲嘛哦，可以啦。我講哎呦，奇怪，你就屬實咧，你就咪肯咪請我麻煩。我講弟弟講佢也送上來啦。哦，兩個長得完全一模一樣，我認不出來。哦，當我想，你想講欺負過咧，認識咧，又會欺負矮樣嘅。冇強人，就屬實咧，你就咪肯過來請我麻煩咧。對啊，原來不是他啦。有一神奇呢。送包了。好，來，從頭來唐先生講。唱幾個先生。好，陳大哥今日帶來一個三個字，今日做嘅行腔作業就做得仲相當平順嚇，尤其人高音嘅部分做得清強，但是低音嘅部分呢就有一些咧嚇，尤其係在迷韻而填上嘅時間，就會多少一些嘅辣聲。高音佢嘅高音嘅時間高音嘛，唱得相當好，所以人低音嘅時間。做第一時間，自家嘅聲啊，也要控制一下，冇必辣聲。按樣嘅花海邊幾首歌曲，我聽起來講，哦，相當平順，相當好，也就可能以後要注意嘅地方。高音冇問題，低音自家就要多注意下。繼續加油。大音很難唱。佢音俾得動過真係。係啊，愛判啊，大音愛判冇簡單。好啦，從頭看幾個分數來。看一下陳里面嘅分數。91.5分，所以留下來哈，恭喜恭喜哈，謝謝大家，再見當場，謝謝哈。好嚟沙下來哦，沙來係主興奮帶來落山歌，嚟彈我啦。
兴奋剂啊！哎呦，真的会唱。哦，喊好糖哦。系咪啊？会唱哈，哎呀。兴奋剂可能从后上就开始参加歌唱比赛的吼。比多呀，19嘞吧吼。从后上一个也顶那开就开始。以前15、16岁就好唱歌。哇，有真久嘞哦。我团队应该嘿。嘿，夹10年呢。哎呀。我来家下就好搞。好搞，啊有最参加。蛮难参加比赛嘛？冇比赛哦。冇。跟哪样时阵开始参加比赛？多了5、60岁人开始诶。哦，真的啊。空案球哦。係啊。喺冇先前咁樣冇限。也無限啦，係啊，人家要乜嘅咧？會做事嘛？要按謝啊？哪有謝呢？係啊，按獎嘛嘅，一係鐵石係。花種，米神就獎咧，獨一無二嘅鐵石。對，你17台吼，你老嘢大了吼，我講大概就能發到按獎。係啊，聽咗愛啊，佢哋要拿錢嘅呢，就一本獎。發動是鐵皮油槍落嚟，係啊，我陣日發到獎，啊，你熒幕上看到咪好好看，對嘛哈？我拿數據嘅俾佢看哈，講呀，你做愛，你就講哎呦，你冇按獎啊，講嘅吼，咁嘅發種時嘅。功勞。所以哈，喺好唱歌，人家都喺好朋友，像我白獎嘅話，咁叫佢參加比賽。係啊，唔是錢哦，要同人發獎啊，還有插馬飛哦。係啊，好，OK，來，唱嚟唱主持人公平一下。興奮劑吼，今日唱歌嘅歌聲非常嘅潤，上有醬，冇乜嘅插人啊，啊，是可惜講每人聽每節嘅時節，數每有點點嘅，小可啦，辣啲。小可啦，其實冇乜缺點，但是我希望就建議啦，就日頭落山嘅時節啦，冇日頭落山冇按分開來唱，唱樣樣嘅是唱到前後咧，都是看書看重播嘅時間是低咧，那一套就有問題，按樣人是做得過精，還意思呢做得拿更加好嘅分數，繼續加油。好，先生，多謝啊！嚟看一下佢嘅分數啦。哦，看一下主審判嘅分數。哇，97.5分呢！哦喲，燕婷，哎呦，你有強敵啦！錯唔起咧。係啊，多謝，係咪恭喜？分數以後呢？好啦，再見啦，謝謝哈。喂，沙雷仲未叫帶來3個字。嚟，睇下啦嚇。你好，主持人好。你好。哎呀，看做到安尼按高貴吼。係啊，你特別喺做乜嘅條路嘅？哎呀，我做手工，我都做內媒抗鼓勵嘅。
做工哦，奶梅，做水奶工不错对，田阿妈讲出门，送来送去，安尼做爱做，安尼。哇，好辛苦呢。做磨壁，乜嘅？徛爬，从细个个爬，铁器绑铁有嘅磨。绑铁挨就磨做挨就打奶米，迄磨细好做，我就可以去做工。那边哇，看唔出来，我看人输我处嘛。对呀，你还老了，还好啊，唔会啊，唔会啦，你还用喊，你还要按多年的呀？哦，退休已久了啦。系呀，系么？系呀系呀，嗰时好上辛，是不是？哦，做几辛苦呢？做工嘅人。啊，有日了，行个演讲呢哦，敢讲嘅行啊，个某事情哦，讲都轮到来行，我就老。哎呦，假使，哎呦，3六按個啊，3六1個呢？個下晡天下時咧空誒，安尼去存了嘅上去就只空啊，偷天下時啊，嘟嘟到個面當，嘟嘟到個面當，啊嘟嘟個一行好上啦，樹很溜溜啦，要做到嘅做到安樣。下晡講誒，哎呦，下晡3餐好得咧，嗰喺跌下來，我就想，他師傅跪下嘛存空啊，哎呦，有可能啊，我做我跌到天下死去，菩薩有保佑啊，真誒，做了危險，先要清講。其實當看到多個樣片啊，是在做工嘅人真誒，看個就跌下來，啊個鋼筋有冇就觸得呢？啊要聽筒唔得，啊聽筒唔得就。波劍嘛，依就來啊就機鐵也鐵咧，插落去都唔得先綁起來啊，綁起來先要流體啦，用機鐵以後做安尼，送醫院，好似個行的醫院，冇啦，看到都好似個行的，似個負擔，咁樣厲害，是啊，危險嘛，做了就。投入嘅人可以特別生意，真的，這個要較注意到嘅。空地嘅安全要清重要啊！哦，所以你還很有名啊，做得來廠就加減出來。真的，看你拜就減你拜哦。咩冇啦，創國翻譯聽攏嘛。唔，人生之外呢，我把握當下啦。對，做得出來就愛出來。出來老了啊！人生就2件事情先賺嘅，係啊。快樂和健康，對嘛？所以先賺嘅係2件事情。開始就追求2件事情。健康就會賺錢啦。對呀。健康就是財富啦。對，好，來，創題來談。創題嚟請魏先生。中文叫吳師傅，新時頭先主持人講嘅，服裝你用嗰個角度以個貴嘅款嚇，喺唱歌呢。開面小眼小容也好，記得我也有聽過你1到8唱歌哈，我感覺特別你唱歌是當台上哈，我當然要當台上。不過今日聽唱歌，上面嘅使用哈，右上軟的1到哈，也當成你就該唱1好啦，幾條唱歌詞啊一拼順。我概念有多少意見讓你提供哈？你聽你幾個2、3講解下哈，稍微啲嘅轉腔吼，有啲卡嘅問題哈，可能天氣冷也有漲哈。做咩嘅冇人談嘅啦哈？有多少沙岸上係咪講呢？人氣吐司呢啲會所些，係咧加強哦，可能呢3個還好。有機會就加油啊！好，謝謝先生。好啦，就創題嚟看下嘅本書啦。好，看下仲未掉嘅本書。好，90分，冇問題咧。都留下來啊。冇問題啊。唔，哦，唔會啦，下一拜過真就好咧。按人對，反正翻譯咪唱歌翻譯啫喎，係啊，唔知係講嘅。帶出眼嘢前來。係咪？好，安子些，安子些，叫佢好，係，來沙下咯。沙落去避免炸，來燕婷帶來羅山歌。來彈過啦嚇。山歌愛唱。
近有乜嘅表演嘅嘅工作嘛？最近有學校嘅表演，學校表演啊，森林七矮人，森林七矮哦，就白雪公主啊，你係啊，6個口，你去演，你是演白雪公主，來去來演，矮演，你矮演呢？你是在劇裡面。你講死嘅嘛？我講死。哦，見講死啊！喺空到後邊矮演嘅。嘿。哦，唔係在劇情裡面演二胡。不是演二胡，給人家拉。給人家拉。這是什麼劇情？很奇怪，讓七矮人拉二胡哦。對啊。太奇怪了吧？就像我兒子那個幼稚園畢業啊，爸爸，我想說他演什麼？我演一棵樹這樣。哦。因為他都比同學高嘛。哦。對啊。然後那個樹形這樣，演樹咩有可能有個台詞啊，露一個臉呢，從頭到尾就企在那裡，有，他就是真的一棵樹的感覺，是不是？真的一棵樹就站在那邊這樣，哦，就當這隨風飄揚，就這樣，叮叮咚，叮叮咚，這是自己做的戲，你講你還卡底背度哦，對，他就是這樣，就是站着，七矮人哦，對，那有什麼？覺得有什麼神奇嘅地方嗎？很酷，因為6個科系，共他演出、公演啊，共他表演，就不一樣的體驗。就是每個科系選一個。對，就每個科系，然後去看這個白雪公主的裡面要多少角色，然後去分配。是每一個科系找比較個子嬌小一點的，比如說七矮人就會對，應該係改編嘅白雪公主嘅故事，因為你給他強調咯，森林七矮人，所以主角係七矮人，從七矮人嘅角度去看兩個故事，所以他就在各個科系找嬌小一點的啊，係嗎？可能就比較符合劇情裡面的感覺，哦，係咪那意思？對，第7個矮人拉二胡嗎？啊，沒有啦，等一下啦。我那時候結婚的時候，有沒有伴郎伴娘？因為我老婆算狗嘛，model，所以她找的那個伴娘都是哇170幾、180哇，賞心悅目哎。那如果我這邊找帥哥，那種感覺也很怪啊。對啊，哪裡怪？不能搶了新郎的風采。對，我是想說要有一點趣味啦。所以我就找一些矮的，個子比較小的。好過分。對啊，小亮哥啊，還有吳宗憲啊，興隆啊，他們那種160幾的那種。真的哦。當我的伴郎。一字排開。然後他們就是走進來的時候就跟着那種。這樣不是花童的概念，就很好玩。你是以花童的概念去找伴郎，差不多。有些高分的。來，哎呦，你衝退了。哎呀，衝退了，好，來。衝點來了，唐先生公平，請出下先生。好，今天也更創更好哈。歸屬來講，洛杉磯來講是呢三大條最難創的。像我從邊去高雄一創，洛杉磯一出來，我嗰條當導演在當戲翻，你能夠將個韻腳做好。你也是一個功力咯，你要像你後生一批能夠來將那傳統創好，你要被肯定，講老實話你今位來增加人轉彎都非常好，但是第四季嘅時間要注意，可能要注意啊，你後生嘅你客家是當到咗，像好多人同埋後生當到人會創咯。會囂生，跳拿佢會講跳拿，啊你講跳，你說跳有物件係跳，硬說法嘅，啊當到學生咩啊？啊講唔要用硬樣嘢，啊來佢會從頭來，來啊對，都愛來，真的好多人，啊跳拿，我說你就用跳物件係跳，硬說法嘅。我他不做他們調，都1、2調啦，都會這樣跳，10個有9個按唱法。真的。你搞高嘅，你台風就低就按。所以佢自家輕算動力啊，佢算一強，所以你還會三忙唔錯，唔係三忙大病，唔係三忙。所以你歸屬嚟咁樣都要講嘢，歸屬嘅缺點嚟講。是咧，在咬絲方面要注意。三忙，咩三忙？三忙。啊，當到是像那個閉口音嗬，你咩腔浪？閉口音是最少要3旁一閉口音，唔好做唔得，忘記就唔嚟去咧。忘記酸3旁。你要注意哦，將我哋搞掂啊，國劇咪按搞法咯。特別注意哦，嗬，因為有病就病哦，改
哦，有变有变，有变哎！我唱兴奋剂前都不推动。麻烦兴奋剂。目前的经过是，看下来看分数啊！哦，有变呢，懂冇？习惯了呢。习惯，係啊，唔可以變答題吧？哎呦，唔會吧？唔可以吧？可以哈吧？來可以哈哦，可以哈，來燕婷嘅分數。今天的节目不得了呢！哇，有唱到亚威之中人啊，大神啊，大师级的人物咯，啊，佢同嘅伍佰啦、谢金燕啦，还有个蔡依林，佢全部比制作歌。查甫人一首歌，就那陪，管的苦吞偌济。来看一下哦，看一下来燕婷嘅分数。哦，平分啊！哎呦，是嘞，cái水苗cái根本伊无避免成功啦，不过做的签时保留人家习惯，算平数啦，哈，平数啦，哈，哦，厉害呢，兴奋剂厉害呢，兴奋剂系啊，哦，莫创爱好啦，本后生意机会咧，哈，你要继续加油一下哦，根本伊总爱三副诶，哎呦，哎呦，哦嘿哦，按条是用嘅系嘛？佢用按好咯，系啊，用按好咯。買到都按細量。哦，本身也冇嘢做。雙拜兩個出嚟講，我唔送佢啊。哦，唔做唔得啦，係啊，哦，按好就仲冇用按你啦。係啊，哦，哦，那就你的錯咯，你應該唱差一點給新芬姐爽一樣。可是他試關了。好啦，報紙阿姨啊，他禮拜加油。好，來簽時等送人哋嘅避免炸保庇，來燕婷強用嘅避免習慣。老年音樂會，哎呀，今日呢節目不得了呢！哇，有唱到亞威之中人啊，大神啊，大師級嘅人物咯，啊，佢同嘅伍佰啦、謝金燕啦，還有個蔡依林，佢全部比制作歌。哎，佢真厲害呢，他是一條龍的嘛，佢從細時節係藝校畢業，一條龍，還有來特別大兵嘅時節，他從音控到專業的演出，之中人。哎呦！一路以來哦，都很厲害哦，連他發行自己的專輯，現在發行自己的專輯，冇簡單啊！大隻雞問題啊，睇隻雞吼，咁蠻鹹啦，誒，也終身出唱片嘅啊，誒，所以俺呢先彈給好唱歌，等下讓我好訪問其他嘅，好啦，歡迎亞威，王牌之中人潘心偉，嚟。轻轻吹过，咱流真多，风若是吹过，咱时间剩无多。母仔问你何时成家，何时过年有孙陪？虽然有藏在心内，嘛悄悄放好过。风轻轻吹过，咱流真多。风若是吹过，咱时间剩无多。无想陪我真领的成家，贷款抵甲我困袂落。有时想要哭，找朋友嘛歹相做。查甫人一首歌，就那陪，管的苦吞偌济，就算嫌命嘛爱巴结，流目屎是无够价。查甫人一首歌，轻轻那说，我是有幸扛袂起来，带着无惊，看着世事，同在未来的路途顶。陪伴一切。
过，咱流真多，风又怨做过，离我时间剩无多，无想过咱真正的成家，贷款地甲咱困袂落，有时想要哭，咱做朋友嘛歹相做。查甫人一首歌就那陪，管的苦吞偌济，就算嫌命嘛爱别家，流目屎是无够价。查甫人一首歌轻轻若碎，若是有幸扛袂起来，带着目镜看着世事，同齐未来的路途中。陪伴一切，不管未来偌大风影，我笑山东才好你靠。管伊偌济起起落落，恁勇敢放我飞，莫想遐济。查甫人一首歌就那陪，管的苦吞偌济。咱着算嫌命嘛爱别家，流目屎是无够价。查甫人一首歌轻轻若碎，咱是有幸扛袂起来，带着目镜看着世事，同齐未来的路途中陪恁一切。两只重，你好，看他开头写王牌制作人，哇，哎呀，这首歌真的太棒了，真的我都听到要哭。你看那个，但是我才刚化完妆，真的强忍泪水。我留下来，但我又被装法师，等下被拦截。对，我看这首歌应该很快就会变成 KTV 的这个王曲。哎呦喂，他 KTV 冲了，你现在 KTV 唱得到了吗？ KTV 才。已经上了，已经上了，对对对，好像上没多久的，上没多久，对对对，啊，那很快很快，我觉得这首歌希望也是哇，很多人的心声。罗哥刚刚在下面跟唱，对啊。有点吃力，刚才必把这有罗哥的风格。查甫人一首歌，哎呀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哎呦，你看听一遍就会啦，真的。是同一个 key 吗？是啊。他怎么好像唱还比较高啊？啊，罗哥唱的好像更高。他好像唱到刚刚那个升 key 的部分。真的。哦。歌王啊，金曲歌王。因为我已经忘了那个前面那个 key 了。key 那边，恭喜，先恭喜阿潘。太棒了。跟小巨人一样啊，个子不是很高，但是他唱出来的歌真的是震撼全场。哎，真的哈，这是自己介绍一下你自己自己专辑，对，这是我自己首张的台语全创作专辑。第一张啊，第一张啊，之前发行过其他专辑。12条歌呢？哇，今麦当出12条歌，这是不得了的代志，啊，足有钱的才有。嘛不是。他自己资源很足啊，就凹朋友嘛，没有啦，没有。哎，对啊。没有这个一开始去歌应该也只有10首，可是自己在写歌啊，家己在写，我也想得那个越写越多。其实是有被阻止的，不然原本还会双 CD 是不是？很可能第一次就发精选集。太多。创作的人这种源源不绝哈，这样子就一直诠释那个什么。创作他如果他人生故事有很多的话，因为他就是一直涌出来。他应该不止10年了吧？我上台北18年嘞，18年了。对啊，他也是抱持着一个理想啊，想要做歌啊。张口声音是给些时间，给些狗鼠冲狗哎。哎呀，他抱持着这个理想，本来是要北上来打拼一下，就18年过了。哦，所以就很多故事。就是一开始就是没想要走幕前，其实没有呢。其实一开始。应该都嘛是看幕后，这个是后面真的稍微因为一直做幕后，然后就发现说，被一些那个刚好工作的一些艺人大哥们激到，对，不是激到，就觉得说你这样我也可以出，不是，是他们很努力，我就想说，他们很忙的，都还可以自己做想要做的事，然后后面想一想，其实好像自己
后面发现好像也蛮多歌会想要自己唱出来，把故事讲出来。那所以就来做这一张的。所以这12首歌是有故事性的。其实这一张刚刚讲到这18年，其实这一张里面讲很多都是生活啦，记录，然后就市井小民，因为我的人是。行在路林，啊，无得像今嘛跟恁开讲，有可能我会有感觉，我回家就会把它记录下来。对对对，我这里面12首歌，那个时候会写超过，也是因为我想要写一些社会记录。然后想要社会记录啊，就是比如说，我们出社会，然后其实很多北漂，然后或者是从外地来打拼的，然后来拼到发现，哎，奇怪，敢若欠无什么钱。存不太到钱，然后后面又发现说年纪像我说我上来18年，从前面开始慢慢大，我没想到我今年36，我没有想过我突然就是变36岁，开始也要看说是不是要买房子，看这件事发现房子我都买不起，然后我就都把它写成歌，然后这里面所以你结婚了吗？你结婚了吗？不敢啊，不敢因为就是。给他主动买不起啊，跟讲可以租屋就好啦。就拼了那么久，这样，而且这个帮过很多这个名人大牌的歌手这样制作过，可是发现哇，我好像浪费了好多时间呢。也不是啊，就赚不了我自己比较像是那个赚来的钱，就还是会直接很多都花在音乐上面，会投资，所以就这样没有存下来。他是很 pure 的音乐人。对啊。而且那个音乐机器每年都在更新真的每年都在变了，哎呀，你来不及，你赚钱来不及买，真的。而且琴一年比一年贵了。我见到朋友亲戚放2条狗哎。对啊，真的，这真的很棒。其实里面还有很多都还不错的歌，所以大家有机会，然后上串流都可以听听看。真的，我挂保证，我买了10张。是啊，他总共印了1000张啦。1000张而已啦。你如果想买专辑来收藏的话，可以跟他。对，走的。欢迎支持一下。好了，这个你们都很熟嘛？很熟啊。对啊，从他上台北就看到现在。真的太熟了，我要是不懂事一点，他已经是我儿子了。真的够。毕竟上台北18年啦。对啊，的确有经验。因是给的时间，其实我觉得没有差太多同样因是给的时间没有差太多，当然有发福一点啊。对啊，头发有长长。头发有长长。对，那时候就是一个满怀理想冲劲，然后很热血的一个年轻人，还有嗓音，南部的声音的嘛。对啊，南部声音懂飙啊。然后很有理想，抱负这种感觉。那有没有机会2位合唱一首歌？有啊，我跟转西送一种转西底波度就有请给了他做啊。真的呀？真的啊，罗哥他来第2次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更低没有，上次可能头发不是这样。不是这样。对啊。上次还麻烦他说帮我做一些 beat 的东西啊。对，一腔油呢，现在可以合作啦，认证过了吧？真的可以哦。还可以再帮我写一首类似这种没有问题。会大卖的歌吗？新台语的这种东西。好，会大卖的歌，走的，没问题。好，没有问题。OK， 好了，那你们再来带一首。对，带来我的送一种转西底波度的歌，然后 Pretty Disco。蛮适合你的。当然了，Pretty 的部分啊。来，弹个条歌刚刚前面有讲到，就是说你从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就是音色。那时候我还在开早餐店。他的什么？他跟我们吉他手，然后那时候的鼓手，他们是一起从南部上来。对，鼓手还有音色，这样认识的，然后就常来我那边蹭吃蹭。好像罐子哥陪罐子哥聊聊天干嘛？然后早餐店有冰箱然后吉娜姐睡觉，我们就开始搬东西出来吃，把它当自己的家在用。对，然后隔天早上起来就一个鲔鱼蛋吐司，好像打开冰箱那个冰酱，被吃光。Nicky got you young.
用的不是兄弟暗头 ，Pretty Pretty Disco， 自信不不 Let's go， 快乐方式有几多，很恋爱暗用走。祝你问你起家长，你就很呀个希望，做起家个对手，问你起家强，你就很呀个力量。No one can judge you， 嘿。你麦克靠西，反正我哪看都看袂下。你讲伊的生活，伊讲伊外开我，你大家听甲又头甲比你甲袂先。你敢真正有正在意伊甲你讲的话？是算伊讲伊水讲伊歹到底，敢差遮济？我是听你咧说。叽叽啦啦加油，说来说去加油，为你起家个用的，不是谈拍撒空。Pretty pretty disco， 无带给你 Let's go， 人生分数有几多？不爱去家下呀，用松雅的身体，为你献唱。做起家的主力，问你起家奖。你就很呀个希望，做起家个对手，问你起家强，你就很呀个力量，在这世界上演，来自呀女性。我的朋友讲着车半价，加上放荡的态度，安尼起来较叫做够坏。我家己是干那穿一领过，洗主甲衬托安尼较叫够帅。嘿你哥，嘿你阿伯请，这状况无适合搁讲话。你家己的路搁苦，经过生活较会过较松势。嘿，甲你讲过，你嘛赶紧来讲两句话。爱讲心里话，你嘛听看卖家己心内的话。你甲伊咧看的无共，我看你起来是无胆，你到底是敢还是唔敢？请大家嘴拢是点着声啦。做起家的主意，问你起家长，你就很呀个希望。做起家的对手，问你起家强，你就很呀个力量。麦克靠西，反正我安那看拢看袂下。伊讲伊的生活，伊讲伊外开我，你大家听甲又头甲比你甲袂先。你麦克靠西，反正我安那看拢看袂下。伊讲伊的生活，伊讲伊外开我，你大家听甲又头甲比你甲袂先。开始喂！真的是个天生歌姬。超级会唱啊！真的好厉害，不管任何时间地点，这样子随时这样马上就开口就唱。哎，你就好像那种我们就是第30届金曲奖客语最佳演唱人奖，拿一把共一声音，拿一次就要讲一辈子。我也有得过啊，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像你这样。某 Q 用啊！太厉害了，真的。没有，而且你都不用你都不用开嗓。对呀，你要唱之前，我今天什么不用开嗓？我今天8点就起床嘞。
起床也不代表开始啊，骗你了。还好俩起个狗也一输了啦。那个没送的问题，对，就是他就天生老天赏饭吃，对啊，随时要唱，随时要开嗓。没有这首歌要有阿潘才行。哦，他那个 rap 两个这样结合，真的也好刚好写了段老舌这样。而且歌词还塞很多哎，真的。他最近才背熟。对，把我自己考倒了。Bilo 从你的姐妹来上我们节目唱这首歌，然后特别把它背起来这样。他第一次来也有唱，但是好像没有这么熟。没错，第一次还有一些我一直很想要用类似这种画面带过，很棒的结合。但没人可以帮你，现在我可以帮你了，因为我现在出去演出，我自己都会唱这首歌。没关系，我也背下来。刚刚前面有讲到，就是说你从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就音声嘛，就都亚哈嘛，那中间有常常就一直玩音乐吗？对，龙史那时候我还在开早餐店。他的什么？哦，我以前吉他手啦，他跟我们的吉他手，然后那时候的鼓手，他们是一起从南部上来嘛。对，鼓手还用音是嘞，这样认识的，然后就常来我这边蹭吃蹭喝。哦，吉他手也是，没有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点是因为刚上来其实真的没什么钱，然后一直到那边好像。罐子哥陪罐子哥聊聊天干嘛？然后早餐店有冰箱然后吉娜姐睡觉，我们就开始搬东西出来吃，把它当自己的家在用。对，然后隔天早上起来就一个鲔鱼蛋吐司好，然后打开冰箱，鲔鱼酱没有，被吃光。炸鸡块还打开炸光了，真的是。然后炒面永远吃不到，都被我们吃掉。但是现在想起来都是很美好的回忆，很美好的回忆，因为那时候其实大家拥有的东西还没有那么多，然后世界其实很单纯。对，那时候还怀抱着梦想，你实际进入这个业界以后，其实一定是不太一样。大家就各自忙碌嘛，对啊，然后各自打拼，对。莫还真是懂感掐给啊，真的很谢谢他，因为我们在做上一张专辑的时候，其实他已经很忙了，因为他跟很多的大牌艺人合作，然后那时候邀约 Pretty Disco 的时候，他也是一口答应，然后在我们去年那个初心演唱会找他当嘉宾的时候，他也是一口答应。然后那时候因为初心，既然是讲初心的话，就有一个初衷在嘛。那时候就觉得说，我们大家应该要一起来做这场演出，所以那时候觉得很感动。那为什么我上次找他拿那些 beat， 好像时间很久的样子？啊？我想一下啊，这条是不是嫌罗？是不是嫌罗哥不够大牌啊？怎么会呢？他速度很快啊，他马上就过来。是我后来觉得有啦，我是有丢资料给有丢了很多了，对啊，只是觉得我后来就没有继续的往下做，拍谁，没有，不会了，还有机会啦，有机会啦，我来写一首给你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刚讲的那个我真的我来写写看。好，麻烦你，再麻烦你了，好，但我不一定会出，没关系啊，听看看，听看看，私底下自己放着听就可以了。没有，真的，好的歌一定要不能埋没掉哈。对，而且阿潘是一个非常的豪气干云的，我觉得他就是好像在年轻到现在都还蛮有一种蛮特别的气质，无所畏惧。什么事情都不太害怕的感觉，做了再说，是这样的人吗？是哈。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。我自己一直告诉自己一句话，比较像是我可以输，可是我不要输的不明不白，就是你至少要做。比过之后，你知道你输。对啊，就做你才会知道你是失败还是成功啊！你失败你还可以调整再来啊。对啊。你不做永远就是你也不知道。对。所以我就都是先做再说。先做再说了。对啊。做就对了。对啊，而且以前在更年轻的时候还有很多荒唐的事情。对啊。对啊，因为我看到前面大字报 Q 我了。对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照片好了。那里面有罐子有没有？还有我们吉他手。然后那时候阿泰嘛，鼓手。所以你最总结谢和弦中间那一个嘛后面是鼓手。绿色衣服是贝斯大公吗？对，大公。哇，大公有那么年轻的时候。谢和弦。对，谢和弦。哦，不是年轻的人不痴狂枉少年嘛，对吗？这是一定要有荒唐过，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，还是要会慢慢稳重回来了。可是我觉得他有时候还是，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跟我们在一起的关系，就是我们可能是认识比较久的人了，所以他在我们面前，我觉得还是有当初那种草莽少年那种感觉。因为你们太熟了。对。其实有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正式的工作上面会现在会变比较谨慎，可是碰到自己老朋友的时候，就会觉得
没差，很放很打开这样子，对啊。好啦，再带来一首歌好吗？专辑里面的歌。对呀，要带来哪一首？12首呢，这个可能要来分3集，分3集，来3次这样。好啊，一次唱3首。我等下带一首那个里面比较动感一点的歌曲。动感，对，舞曲哦。比较慢摇类型的舞曲。哦，那你会跟着摇动吗？我其实不太会跳舞。可我尽可能的摇慢摇一下。对啊，哎呀，这首歌叫做《为你飙车》，为你飙车啊，飙车，飙车。那为什么要慢摇？飙车应该要很，让那飙车慢摇，冲动型。飙车不是那种噔噔。对啊，就是这个类型啊，这个类型我们叫慢摇。对，技术传说这种OK， 对，就这个类型没错。就这种类型哦。那这个东西其实它在那个很多那一种，大家如果可能在竞速啊那一种车子上面，其实会很常播这类型的音乐。对啊。来，看唐一下条歌诶。好，那飙车对吗？为你飙车，为你飙车，为你飙车啦！来听看麦啊嘿。为着你我来飙车，为着你我甘心痛痛。你讲我讲要存车，是当作啥？还是拢无咧看？为着你我来飙车，这条路险茫路。你为了坚持选择我，莫安尼划着我的目睏呢啊！听着查理亚的声，双手捧拢捧袂罢，莫搁回头，当作无缘，拢甲放遐。啊是错，你安那看拢看袂破，也是未来，你打算戆戆对着我，往事像一场风声，听起来亲像一条歌，拢足孤单，我甘愿今世只有我。为着你我来飙车，为着你我甘心痛痛。你讲我讲要存车，是当作啥？还是拢无咧看？为着你我来飙车，这条路险茫路要行，这世界我已看破，唯的拢是啥？无你也嘛是孤单。你为了坚持选择我，莫安尼划着我的目睏呢啊！听着查理亚的声，双手捧拢捧袂罢，莫搁回头，当作无缘，拢甲放遐。啊是错，你安那看拢看袂破，也是未来，你打算戆戆对着我，往事像一场风声，听起来亲像一条歌，拢足孤单。